直接的血癌人体造血干细胞的功能会受到损害。现主是使用一种去甲基化药来治疗，也毋过台北营总发现讲，这项药毋是大人拢有效，即马会当透过观察病人血中一种癌基因 SALL4的表现来调整治疗的方法。血癌前期的人要接受治疗，即马主要是使用去甲基化的药物。毋过台北营总统计，这项药物敢若对50%的病人有效尔。想要知影这项药物对病人敢真正有路用，会当伫治疗期间观察病人的血内底癌基因收复的数值。我们治疗后的这个癌基因收复的表现高低呢，是影响这病人存活的一个关键。如果发现它有表现上升，它整体的死亡风险是可以增加3到6倍的。医师表示，病人身体内底的癌基因收复数值，若比诊断之前加出2倍，安尼就无建议搁再用现主时的治疗方法，应该爱发展其他的标靶药物，也是结合会当控制癌细胞的药物来治疗。其实最好的方式当然是利用这个生物标记，直接去发展一个新的标靶药物嘛。如果它的临床症状还没有改变的那么快，或者改善没有那么理想，或许我会考虑就是给它额外使用我们现今可以使用的 BCL2 的抑制剂啊。去甲基化的药物毋是人人拢有效，台北营总发现收复癌基因，希望会当帮助癌症治疗专家找出相对应的药物，提高血癌前期病人的复原机会。记者麦尚英从派文台北报道。